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即嘛是秋天，一寡野港在内，白咧行的通拖，拢开为热天生活的所在清爽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野港的野。这个野读做第五条，野就是虫的名。野港是一款脊脊动物，身躯长长，一节一节，逐节拢有一对脚。头一对脚有毒鸟，会射毒水出来。一般拢是休困伫咧打茶，或者是石芳食通拖。野港古早嘛有人讲是壁竹，所以有一句话讲野港壁竹形不如蛇。这个意思就是讲野港脚遮侪支，也毋过震动的速度也是无蛇遮尔紧。另外古早嘛有人讲野港脚甲巴喙，意思就是讲野港的脚，也有甲巴的喙共款，拢是乌合之众。也佫有拉野，就是长脚蜘蛛。这个野嘛有人读做鹅，或者是鹅，像咱讲鹅旗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要做伙来看到，读做乌旗钉，这是一款模字形的钉仔。第二个词读做拉野车，是一款囡仔坐咧学行的车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讲古疼孙共二姓，阿哥特别买一只手工做的拉野车要送给孙仔。做梦的师傅特别用乌旗钉一节一节宽宽接起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野，另外还有音读做鹅甲鹅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